差不多空呢过不得，咋趟杨米帮的路。大王个巴拉，嘎吱婆娘年就了通个学的，切记人些个别了把那么多的很的，年就了通个即将米给弄下，了把那么的句，了人就当就当就这边养着就够先不啦。娘的弱就远别。可问你提点给嘎吱婆娘，这是拼作业。梁旭翠，好，我是今天欢乐新播客王萨。个日节，大我隔壁嘎吱婆娘来先生弄哇，嘎是呵。希望来接播客上，对大康这个菜这咱就没三连菜，嘎吱婆娘的一把嘎是呵，俺都是帮其他么嘢。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收看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我是李峰。热哒，对那个嘎吱婆娘的电视剧比个更真的那些呢，而且那个国外长期都不聪明个，那把新闻是这里上的。可但是呢，怕有一个点的些，我们那些呢，积极新鲜个嘞。但你哪里弄那些呢？利用来呢，加弄了给着家庭嘞。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他之前呀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民教师，现在呢在文化部门工作。他是一位歌手，他的风格很多样，一听他的声音，相信您就能知道他是谁。那究竟是谁呢？咱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呀，大家怎样的记得？俺们这可能吃的这些点个给老百姓人了，大大可能家庭为主姐姐家庭老百姓。那些呢，看草原嘎都两边先出现了；那些呢，看草原啦开修点边人为围起的人，看那个呢，人头啥整个当正边啦，看那个呢，取代没这些个在外边，可能你到这对里，中国那个啥边人的呢？当不同个，年就一个在那边边，别人个嘎吱婆娘。了吧，扎黑分出了些。这个不能把电视机嘎吱婆娘的电视剧跟着那些呢，你懂这对里中国那个三比个，当不逃避，了把扎黑分出了耶。来吧，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来自日喀则的著名歌手扎西平措，也是2017年度中国新歌声的年度总冠军，欢迎。扎西的嘞。扎西的嘞。다시들래 당가지가지 포냐는 페바니 타바니 투지치클리 아니 토마가지 년천다가 두고zor라 잠주지기나 맞습니다.年轻对给什么连接这些类，可本你这群作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扎西平措，欢迎扎西平措，您看看，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我们在藏区最美丽的地方相见了，是一种缘分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这到扎西平措这些呢，你懂决定了。中国个那个沙巴弄了当不逃不是吧？他点这些呢，我们那自己这里用你的去弄了这些点这些嘞，但我们去弄了当不逃就点这些呢，去弄了一的少人这不是逃吧嘛？这那就别个人些那样自己这里上个月，但我们家用容是点别个，等住那样人的就能收个那家里卡不有这上头，啊你这里等你个上了这个。人都个吃了，家里家去做那是个话，有个就是等于做了我弄这些呢。那是。啊。那这唐不真都点那修个是吧？那修对呢，我们那个写的那高语，因为他的让给朋友呢看车子，写个字看车子的真都修用没了。这的这写的那个感谢因为修炼出去了。是的，修炼是吧？对了吧？给点是吧？这个的是吧？这呢推荐了呢，中国录制啥吧的拍了的水多真错去。的推荐俺做呢，俺做见个真都忙不起拍了真错水了谁的用女儿嘛啦？其实的。但是来啥真做的有对，因全部一年里我先把定着忙不起个一年里，让些中年给人的一年里让些要不等个都真做的修那些多。是。俺定着他修一个他的生修过了没多了，这样过来真多人不能那的些的做一呢，俺就听着给些了拍，看出个忙个了吧，就俺那的这俺就没这个些的这忙不当着的。
카타르다 대규나 삼스도와 제가 디심슈시라네요. 네, 건조기 가야마르다 디 전주디 나랑이 선주를 해도 나로제니 선주를 지금 말봐. 아니 시계지는 해서 또 메고르데는 조조숨나도와 WRS 네 쇼라비 계속 수위는 양으로 좀 요소였어요. 건조 가는 이제 치면 해도 저같이 아니 레세기디 조그레디나를 시에다지 이마 당부지 당지 추수마 에티네 파파 전도 당지 다와지기나라 안 죽을라 별 고래기 전소하기 안 담부터죠 그디 이마시에서 신데서 디디지라 안 별기 조그레기 투미 체제 에 개난고라 개용기 조그레 카가기都是这些最原所接的，哎，都是这些新年我呢在成都地那最原所的，对于都是长毛了，但我这一直的嘛说呢，在追求所的是吧？一直我们的土样，在成都我们这些干么长的，等于新年上海来不多了，在上海的对呢，满足的些苏年干这些些苏年的满足的等于人家这苏团里呢中国用了干这预备的米呢，那等都是土不多，但是呢，干这前面有这帮这个满足些忙不是当主的，那看意思呢。些等于忙过月子，让些地当呢要的都地当工作给米他们用个嘛，接着他们过来米切多多。驱动米切多呢，他米切多呢，俺这个俺这几年老百姓用过吧，老百姓对了些等于米解决了。现在切多呢都是拍是单板的，他的针对呢，他切多的给厂门了批准或者多吧，厂门了解决吧，所瑞阳给定这个瑞这东这呢，瑞阳给他给阳那定这开不西不多，阳那地头的起来一百西不多，他的这个工作跟俺做你妈的些啥巴的。他这俺做陆中的俺做经验团的些么把这精神给说的这种这里些的困难有别是，俺的困难没是呢，些的这里装修，说做你去这些生意，些的在当家修是，说做你这些哪性别嘛，这些的当家用的用的些等于我们的那上蛮多当过有是，第连对这两门钱当的需要嘛的意思，我这些当明不懂，些我们让他人家这个同意给。这个咱们一面湖水，比如咱们聪明我也是吧？我第当对了，些哈拉艺术了长当，就是把当嘛的，当结婚最第亚学的下是，第亚不读公司的新年，他就是站做那修，他老百姓对那东西，但老百姓让了落了周玉面的，让切多亚嘛，但国家的嘛用不完，第用嘛有点难做，他忘记这样嘛的，让给所以个女不然多的啦，老百姓也改心了，做个意思，这是。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正淌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田的一面湖水，一面湖水，一面湖水。我
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整盘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田的一面湖水，一面湖水，一面湖水。这是我是第一次和扎西平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感觉他表达特别好。一方面是跟自身素质有关，另一方面跟你这个之前做老师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对对。啊，这是语言组织能力对呀，一定要强一点。你看，这是特别难得的，尤其是我们藏族歌手，有很多虽然唱的很少，唱的很好，但是他们不善于表达，但是年纪就确实不仅唱得好。这说的也挺好。那个之前做老师的时候，音乐在你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啊，对我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一个部分，是我最大的一个，除了上课之外，也就是除工作之外，业余爱好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我不管上课有多累，或者是可能上课也会有这种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师都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一门对你就是全身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要讲好这个课，然后可能学生不那么给力，对，你不听，你就会哎呀，我准备好了，他们又不听，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但是这种。不仅只是一次两次，会有很多次。这样之后会有人就会有麻木，就觉得哎上课就是这样随便上一下，这样就又不负责，所以就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刚好哎我那边我要投心思，我要工作去好好上课，可能会很累，但是 OK 余下来的时间好，我又可以唱歌我可以松对，这会给我一个心理上面有比如说靠的一个彼岸。你比如说平时在你做老师的过程中哈。当学生的注意力不太集中了，这个时候，他们想让你唱歌，你会给他们唱个什么歌？他们一般都会让我去唱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藏族歌手的那些歌曲，可能也会让我唱一些当地的民歌。但是我不会把整首歌唱，我会选一段去唱。一段哈。就这样时间。好的，假如今天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课堂上，我们俩是你的学生我爱听扎西老师。您教的物理课了什么福利什么这些我们太不愿意上了，我们想听听歌，你给我们来一段。那我可能先会拒绝好几次。先拒绝好几次。一说我马上好，一请二请三请，四请五请。就可能会唱一些民歌那我就唱一个阿里的民歌吧。阿里的民歌，哎呀，扎西老师要唱歌了。Zumba la
穷，总把那给穷，地里扎西你莫的啦，总把那嘎穷，总把那给穷。金吉里莫呀穷，金吉里莫呀穷，地里扎西你莫的啦，金吉里莫呀穷，金吉里莫呀穷。哇，太好听了！老师，作为学生，我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这个现在心理的状况。我们现在还想继续上音乐课。这个不行。我们恭喜扎西平措成为第2季某中国新歌声的总冠军。这个夏天，中国新歌声的舞台至尊荣耀属于刘欢战队的扎西平措。고무 된다신다 딱 저런 호흡이 갖게 더 첨부지 성화로와 라지 아니 다 들리지 깨럽지 너 차디 저런 건 소화라 지 저와 첨부다 성스바 저 치슈디나 다 망부지긴가 뭐신 정도 파지 전도 차르제 파지 로아투디 파유라 안남주 바타이네지 먼저 표현라 레이드가 남주 바타이네지 대신 좀 더래네 미망부지 저 시분조리샤 빠르게 저기 이제 좀 가도 첨부시도 나는 망부지기랑 저 법신 레이싱에서 라인디 가도 첨부 연구도야 뉴슈에 첨부 법신에 진짜 첨부시로 근데 전도 치슈디 미망부지 뭐신도 나래게 다 지금 매매가 기겐지 제 좋아하다 전에 첨부를 봐 니버디나 로양 톤에 채우나 뭐만 나래 로양디나 하람 톤에 시비나 알아 소소이 시르다 안 수르기 초고 초고디 게다 또最年 때때 소소이 뒤를 봐 가신 상치 아니 단대 로양디인데 지 로양 캐봐 미망부딘데 이너지 시리에 이너지 양나 로양디 토기 제 로양디 토기나 레게 티토리는 먼저 있는 퇴조 망부 진경 유배기 쿠리오 된저 있는지 그 경지태가 요거 전부도 이 말이 토네시나 앙탕부 디 자가 토네 가조 치야 되지 가서 말이 가부치려야 되는 것만 있는지 토주시 좀 고급된 좀 뭐라 진짜 요마다 다시 단다 치리에 미망부지다 쿠리오디 있는지 야부지 레드 디 로양的다 저와의 취업주도 이게 진딩의 가조 전부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扎西平措。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叫《梦寻汤东节部》。这首歌曲呢是缅怀和歌颂汤东节部一生的丰功伟绩。然后这首歌曲开头的时候还特意请了藏戏的最早派别囧巴藏戏的传承人吟唱了一段藏戏，所以这首歌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首歌的作曲老师是拉巴万队老师，他跟我还有跟我哥哥也是都是可以说是良师益友的关系。然后这首歌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这首歌曲之后呢，我还演唱了其他一些歌曲，都是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歌之后才邀请让我去演绎其他歌曲。当东家雨了小窝里所人小时候，老人们对我说，山水可曾租个古老的家园。小时候，老人们对我说，汹涌的江河阻隔世间的冷暖，没有
解锁脚牵动的幸福，唯有聆听老人讲述的世界，没有穷把脏兮的歌声美妙，他的名字怎叫唐东且步？梦醒俊美的阿杰拉莫，不能相忘唐东商人的智慧。梦寻这里藏息之远的天使，不能相忘美丽故乡的传奇。梦寻这里唐东且步的足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扎西平措。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故乡》，然后这首《故乡》呢，是我在唱完《梦寻汤东节部》之后，然后梦寻汤东节部那个活动方他们就受邀，就是让我去唱了这首歌。当时我是没听到旋律，看到它的歌词就被吸引了，因为它的歌词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个很浓的那种思乡的味道，然后它又不是那种写得很花哨，就是轻描淡写，但是它有那种思乡的感情呢，就是特别浓郁。因此当初这个歌曲呢，其实有一个版本都是那种快板然后再经过那个小帆老师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编曲老师，再加上这个整个梦寻汤东节部创世这个活动方，这个很多人一起去研究改良之后重新编曲，然后唱了这首歌。这个歌呢，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原因是这是我可能是唱的所有藏语歌曲里面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你在滚土前辈，大人阿勒拉。